你等一下，哎呦，怎么这样啊，小魏？你关你出门了？开着，我赔吧，我赔吧，走呗。你这是怕这狗啊！确实娘们子，但是有意思的呢。把学堂俺们呢，就要娘疯死来了呢，你给喊死来了。我也过去让他们进来的那个，学堂俺就别那个的，不要那个哎他妈在黑的。下落时有个男的倒下了，1克，直接倒下了1克，不大。挺疯的。不行了，赶快看看。他妈的比真慢了，要命了。咱干，这个他现在躺在这个解放路。